2026年5月20號係農曆4月初4，唔單止係天赦日，同日亦都係文殊師利菩薩嘅聖誕。Jam 之前嘅影片都提過，天赦日就係玉皇大帝大赦天下，為眾生消災解厄嘅日子。呢個係懺悔、祈求赦罪、解冤同轉運嘅好機會，非常適宜食素同埋行善。但凡覺得諸事不順、久病未癒、遇上困難，甚至想開展新計劃，都可以把握天赦日去祈願。如果能夠喺朝早5點到下晝3點呢段黃金時間去懺悔業障、虔誠祈求，效果就更理想。而今日適逢文殊師利菩薩聖誕，最適合祈求智慧。之前講過，普賢菩薩係佛陀嘅右脅侍，而文殊菩薩就係左脅侍啦。眾所周知，文殊菩薩象徵智慧，所以好多人都會向菩薩祈求學業進步，或者希望自己精明醒目，增長智慧。呢啲屬於世間法嘅所求，只要如法，菩薩自然會慈悲感應。不過，文殊菩薩所代表嘅智慧核心其實係般若智慧，亦即係普賢菩薩坐騎六牙白象所象徵嘅六度波羅蜜當中嘅最高境界。呢度所講嘅智慧唔單止係世俗嘅聰明，而係通達宇宙人生真相嘅最高智慧。當我哋能夠將呢種智慧運用喺生活當中，透過觀照去轉化心念，破除煩惱，就能達到徹底覺悟嘅境界，亦即係菩提。文殊菩薩同普賢菩薩作為佛陀嘅左右脅侍，兩者相輔相成。要實現無上諸佛嘅覺悟果位，就必須將文殊菩薩嘅無上智慧與普賢菩薩嘅大行大願一同實踐，缺一不可。就讓我哋喺今日天赦日暨文殊菩薩聖誕呢個特別有殊勝嘅日子，一齊學習無上正等正覺嘅智慧，消災轉運，福慧雙修。